大家好啊！今日去咗新開嘅深圳灣文化廣場參觀。我坐地鐵13號線去到人才公園站落車，揾 B1 出口出。由深圳灣口岸坐地鐵過嚟，只需要坐一個站。上到嚟地面轉左，行2分鐘就到，非常之方便啊！深圳嘅新景點真係一浪接一浪啊！1個月前，深圳灣萬象城2期先剛剛開業。估唔到1個月後就到旁邊嘅深圳灣文化廣場啦。都係嗰句，深圳嘅發展速度真係沒有最癲，只有更癲。由於呢個文化廣場仲未完全對外開放嘅，我係參加咗一個叫開業試營運體驗觀計劃先至入到去嘅啫。預計要11月22號之後先至正式對外開放。詳情要大家上返深圳灣文化廣場公眾號了解下啦。眼前呢個係筆館，暫時係唯一入口。深圳灣文化廣場係由深圳市政府投資興建，由華潤置地代建營運嘅，以開放、品質、生長為理念，向世界發出為未來設計 Design for Future 嘅精神宣言，打造一座具有全球影響力嘅設計文化綜合體。呢度面積相當之大。面積達到18.8萬平方米，分為筆館、南館、主題館。筆館係深圳創意設計館，南館係深圳科技生活館，涵蓋咗地上4層、地下3層。南館同筆館之間有一條中央景觀軸，連接咗城市同埋大海，形成一個連續開放嘅城市空間。拍攝當日只開放咗筆館同埋南館嘅部分設施，想喺3個鐘頭行得晒呢度係絕對冇可能嘅。唔講唔知，深圳係中國首個，亦都係全球第6個嘅設計之都。行完呢度，我相信你會對深圳另眼相看。呢度亦都有設計藝術展覽、未來設計學院、多元文化空間、跨界社交聚落等等4大功能展區。設計藝術展亦都分為9大展廳，以專注設計本體、聚焦設計生活、展現全球視野為理念，呈現常設展區、主題展區、國際展區3大展區。探討設計與創新、設計與美感、設計同埋品質嘅關係。成個場館勁多打卡位，真係影相影到手軟。有啲展品都幾震撼嘅，我都差唔多去晒深圳所有嘅博物館噶啦，真係一個比一個精彩。有時嚟深圳都唔一定飲飲食食嘅，去一啲博物館睇下，保證令你眼界大開。當日時間有限，只可以用走馬看花嘅形式去拍呢條片嘅啫。眼前呢個畫面係由筆館行去南館嘅路線，呢度有未來設計學院，分別為設計探索館、未來設計工坊、設計實踐展區等等。另外亦都有多元文化空間，係科技同設計融合嘅創造力中心。呢度亦都計劃打造設計物料圖書館，將會成為國內首個融合材料研究嘅美學圖書館啊！
呢度啲展品相信要有藝術細胞先睇得明嘅，我就肯定冇㗎喇，唔知大家有冇啦。值得留意嘅係，今年年初深圳灣文化廣場同倫敦設計博物館正式簽署咗合作備忘錄，成為呢個館亞太地區首個戰略合作夥伴，涵蓋咗工業設計、建築、時尚等等多元領域。另外，亦都同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、法國國家家具檔案博物館簽訂咗策略合作協議，真係一啲都唔簡單。行到出邊，你會見到成個建築外形都奇特嘅。有人話似藍牙耳機，亦都有人話似巨石陣。其實成個設計由馬岩松領軍嘅 MAD 建築事務所設計嘅，靈感來自於海邊原石、攝雲石、圓雲石等等9個石頭形狀嘅建築。外觀亦都由唔同規格嘅曲面花崗岩石拼裝組成嘅。經過咗反覆嘅測試，呈現咗圓潤流暢嘅視覺效果。拍攝當日天氣相當之唔錯，風和日麗，秋天嚟呢度散步都相當寫意嘅。同時位處於人才公園，面向深圳灣兩大優勢。呢度絕對係一個值得嚟參觀嘅地方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